本集內容：廢話。廢話、大話、鬼話各有不同。廢話係講一啲人所共知嘅事情，大話係講一啲唔真實嘅事情，鬼話係講一啲同事實無關又唔能夠驗證嘅事情。廢話係講一啲明顯可見而又人所共知嘅事情。有時廢話係無傷大雅，不過亦可以係累贅或者敷衍。例子一：你哋有冇過水啊？乜嘢到？芝士食飯啊？係啊，食飯啦，拜拜。咁啊，梗係食飯啦，唔坐喺度選筷子咩？係咪？咁你話呢啲算唔算係廢話咧？講咗就知道冇意思，唔講又唔係幾好意思。唉。片段裏面，男子喺酒樓遇到朋友話食飯呀，咁可能係打招呼嘅方式，但係明顯可見嘅情況下，都可以算係廢話。例子二：喂，鐘生，吓？翻嚟啦？係啊，咩事啊？好大雨啊？係啊。片段裏面落緊大雨，保安員問住客：翻嚟嗱？好大雨呀？或者保安員想打個招呼，但係人哋大雨翻屋企，狼狽嘅場合之下，9成會被當做廢話。最後總結，廢話或者係社交禮儀嘅一種，但亦可能係累贅或者敷衍。相關嘅議題，我哋會係將來嘅集數再加以討論。拜拜。